皇上，臣等有罪。难道这是一出鸿门宴？康熙想借此机会对群臣进行大清洗？这个御花园中必定埋伏了大量的兵士，我怎么没有听到半点异常响动？难得今夜月色如此美好，更难得朕能忙里偷闲，与诸位爱卿一同畅饮赏月。诸位爱卿，一同陪朕共饮一杯吧。谢皇上恩典。朕自8岁登基，至今已逾9载，却还是第一次如今夜这般，与诸位爱卿一同轻松享乐。回想起朕亲政前，无论大事小事，处处是鳌拜掣肘。纵然想与诸位爱卿一同饮酒赏月，君臣同乐，却不可得呀。来了，切入正题了。皇上，奴才恭贺皇上铲除权奸，重振朝纲。奴才恭贺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建议邀诸位爱卿前来御花园，除了赏月，还想请诸位爱卿看一出小戏。这两个箱子是朕从鳌拜府上的一个密室中搜得。诸位爱卿猜一猜，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诸位爱卿，这是做什么？这两箱文书今日下午才从鳌拜府中搜得，朕到现在还一封都未曾打开过。这壶里装的是桐油，他想做什么？
今儿个，朕就跟诸位说几句交心提己的话。这些话不适合在朝堂之上说，只适合在这儿对着清风明月说。臣等恭听圣谕。朕知道，在今夜之前，在诸位心中都一直有爱新觉罗有朕，但更有鳌拜。朕不怪你，鳌拜把持朝政多年，诸位若是不明哲保身的话，只怕就像苏克萨哈一样，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。你们委曲求全，也算是为我大清保存了实力，所以朕既往不咎。但自今夜始，诸位心中就只能有爱新觉罗，只能有朕。皇上圣明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你可知道今天哀家一共召见了多少大臣们的诰命夫人吗？这，孙儿不知。从上午到下午，这慈宁宫就不得清静了。来看望哀家的这些诰命夫人多达40余人呢。有一些人还有些要求，都被哀家给回绝了。皇祖母，只怕他们都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借着探望的名义，想打探一下孙儿如何处理从鳌拜府中发现2箱密信之事吧？是啊，这些个人个个都像猴精似的，明明为此事而来，但没有一个就那么开门见山的指出来，而只是旁敲侧击的打听。所以呢，哀家也就给他们装个糊涂。皇祖母要是早一点给他们吃上一颗定心丸，也不至于他们担心害怕一整天呢。哎，这些人他们心里想什么？皇上和哀家心里像明镜似的。皇上，说实话，哀家以为你最终会选择宽恕他们，但没想到你会用这种火烧密信的方式，让他们的心病一了百了，死心塌地地对皇上臣服。这就要感谢皇祖母平时的教诲了。皇上，你真是长大了，今后只要你在儿女私情上能够稳重，不乱心智，哀家就放宽心了。什么？康熙用一把火把那些密信全都给烧了？真没想到，康熙是这么可怕的一个对手。鳌拜虽然残暴，却是有勇无谋，反倒比康熙好对付。这次我们真的是失策了。朱哥哥，那我们对手这么强大，要不然咱们放弃算了。不行，对手越是强大，我们越不能屈服。我一定能想到办法打败他。这个天下只能姓朱，不能姓爱新觉罗。